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6日，以赛亞書25章20到30安尼讲：就拍开城门，互忠心正义的人民入来。心坚定的，你使因平安欢迎，因为因信靠你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忠信正义，坚定的心来倚靠你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最阮坚固的石盘，最拯救阮的避难所。愿要来投靠伫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稳固的关台，求你伸手保护阮，因为阮倚靠你。主啊，虽然有对敌国家阮，阮的心也无惊吓，因为有你的同在，阮犹原通安然自在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有忠心正义的心，通伫这充满黑暗的世代，坚定行伫你正直的路，互阮通遵趁你的教示，坚守真理来行。主啊，你要为阮拍开城门，互阮通入去。求你互阮的心坚定，使阮平安欢迎，因为阮信靠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